这场呢是国民党伫台中的造势大会。韩国瑜刚参加完辩论会了后，马上赶到台中参加这个暗会。虽然落着大雨，也毋过支持者也是非常的热情。韩国瑜一到现场，现场的气氛是达到最高潮，支持者激动流目屎。让全世界为我们骄傲！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一到造势活动的现场，支持者情绪真激动，大喊口号，也阁有人流目屎。韩国瑜动帅，谢谢，谢谢。一路对台卡行到台顶，拢是支持者呼声，也阁有人大喊总统好。国语，韩国瑜，动算韩国瑜，国语，韩国瑜，动算韩国瑜。 谢谢，再一次感谢。讲家己伫辩论会上攻击对手，也阁强烈表达诉求，嘛讲过去国民党因为做无好，互选民失望，希望大家会当搁再互国民党机会。我们忘记了选民的托付，我们也远离了人民，使得台湾人民对我们失望跟伤心，让国民党下来变成在野党。讲到民进党贪污腐败，全身都热起来了。 哇，林北真正生气啊！谢谢各位乡亲，谢谢大家。讲啊真激动，讲啊真愤怒，也阁气甲会热，甲西装外套拢烫热。现场支持民众伫台卡，或者手机的电海表达支持，也阁有人激动大喊。今年国民党最后一届大型的造势活动，选伫台中举办，对下晡就开始进一步照人条，嘛希望透过一系列活动，当留条选民的心，替国民党摕到更较侪的选票。